大家好，我叫安宁，我是来自老挝。那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在中国留学的那些日子。到中国第一天，非常让我惊讶，这里是那么大的一座城市，看到了城市之后才发现，比我想象中现代多了，人口稠密，食物也特别好吃，既便宜又美味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麻辣烫和馒头。还有这里的地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因为我国家是没有地铁，所以我非常喜欢，很方便，要去哪儿就去哪儿，非常快还很便宜的。在中国呢，我参加过了好多活动，比如泼水节、广西民主大学秋季典礼、参加留学生晚会、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会开幕式，还有跟外国朋友一起去跳舞，一起去表演等等。还有我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就是在发生港参加过马拉松比赛。现在我已经爱上了这里，因为在这里呢，当我每次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时，他们都会停下脚步，耐心地回应我的问题。我感觉我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我已经很熟悉了这个地方，并认识了很多人，每个人都很开放、友好和包容。中国人对我所说所做的都感兴趣，所以呢，我现在真的可以说我爱上了中国。谢谢大家，还有我希望能早日回到中国继续学习。